那昨下晡有一个49岁姓杜的查甫人，伊是赛车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头前，直直咧饲喇叭，互警方赶走了后，伊佫甲车驶去总统府，去弄总统府头前的花台，尾后互警方抓起来。也毋过警方嘛发现讲，伊的精神无啥稳定，伫今仔日就会甲伊移送检方侦办。规台车直接弄向总统府头前的花台，引起骚动。而且白色的车身顶头也佫用喷彩写着“国家认知作战 AI 改造治安 SOS 入侵”等字。49岁姓杜的查甫人先互县警压制，要互警方逮捕。好港在即个弄歹三个花台，无人受伤。经本分局发现他有异状啊，要予以拦查时啊，图加速啊，冲撞总统府府前的花圃啊，造成3个花圃有受损的情形啊，但无人员受伤啊。除依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治单之外啊，另外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。一个姓杜的查甫人出狱下昼，先到内湖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头前，一直饲喇叭，警方甲伊扣劝了，车就驶走。无想讲尾下就开车弄总统府。经过调查，伊酒精台失灵，车顶也无可疑的违禁品，不过精神状况无啥稳定，无法度做笔录，所以停止暗示侦讯。今仔日早起，结果依照公共危险加毁损等罪嫌移送北检。国安特务啊！我老婆是共谍庆云王啊！为什么要办总统府？他在那里有什么诉求吗？一直向媒体大声喊话，也毋过听无伊讲啥。总统府是回应讲，伫第一时间，这位民众就已经由警方带登去介绍路派出所，由警方调查案情甲伊行为的动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